看到规个亚洲上界大、上界长，两尾金龙新上头尾做3年才做好势。明年起会伫南投的发花市正式和大家见面。这两尾金龙长拢总80外公尺，龙身是用阿门头控的，那龙手是用钢铁啊来拗的。专业的师傅因的手工做的拢真有路。庙方按证讲，明年3月开放了后，会变做新的拍卡风景所在。 对远远看过去，这座灵山宝地伫咧山林内底，想要入山，就要经过双龙镇守的长楼梯，亲像行楼梯入寺，就会当行入去宝地。这是南投金龙山发花寺。 两尊金龙活灵活现，伫咧门口坐镇。我近来看，有路的天道是互人是真赞叹。3年前，庙方照着众人信徒的募款，打造这两尊金龙，细节是一点仔都无凊彩，特别讲究。这规座拢有，各个拢用卷的，吼卷起来迄个领吼，看起来嘛特别庄严啦。龙有甘珠吼，这是算上大的贵气啊。 两尊金龙参像是后一庙道的飞天正地，真有灵气。当初庙方请来专业的师傅，专手工制作，龙身用钢筋、水泥，龙手是用钢条来雕，全长有大约80米，扭长会当来到101米。庙方嘛笑讲，会当讲是全亚洲上大上长的金龙形象。我嘛真爱走宗教事务，但是从来毋捌看到这庄严，这么殊胜，两尾龙。常常来，常常看，很喜欢，很有一种欢喜心啊。民众抱着欢喜的心情，先来山顶赏看。庙方嘛讲金龙已经完工啊，等明年春天会甲金龙来开工点眼，到时阵就会正式开放，予民众来免费参观。以算会变做是南投新的拍卡热点，嘛，互发花市香火更较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